38岁女星隋棠上月才刚生下第3胎 Ollie， 近期刚休养完回到职场。昨天22日，隋棠在脸书上晒出自己带女儿 Lucy 一起去上班的照片。只见她穿着一件清凉流苏裙，一蹲下陪玩就让纤细大腿根部露出来见客。短短1个月就瘦回往日超不科学的名模身材，让网友惊呼：这真的有生过小孩吗？隋棠昨天在脸书上晒出女儿和自己一同去自创服饰品牌公司工作的照片。她写到：小跟班陪上班的一天，照片中 Lucy 绑着2根辫子，穿着喇叭裤的模样超萌。恰巧爸爸打来视讯，母女俩就这么蹲在地上对着手机聊天。隋棠当天穿着毛衣搭配流苏裙，下半身看起来十分清凉，尤其她蹲在地上时，纤细的大腿根部直接露出来，让人惊叹这哪是刚生完1个月的身材。网友纷纷惊呼：这是刚生产完的产妇吗？身材恢复得好快，腿好细哦，母女高颜值。